主后2022年8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请做有路用的人。圣经提多书第3章，咱对第8节看到15节，咱做伙来读。即句话通相信，我爱你特别强调这个事，通互信上帝人专心做好事。好事嘛通译做正当的工作，这个事拢好，阁对人有利益。着闪避愚妄的争论、族谱、纷争甲律法的争执，因为这个拢无路用、无价值。制造纷争的人，甲伊警告一两遍以后，就毋通阁甲伊来往。你知即款人已经败坏，伊继续犯罪是得甲家己定罪。我找阿提玛，还是崔基古去你遐的时，就赶紧来尼哥波里找我，因为我已经决定要伫遐过冬天。就尽所谓帮赞西纳律师甲阿波罗女庭的需要，互因通安心出发。着吩咐咱家己的人学习做好事，来供给实际的需要，才免做无路用的人。做好事、做无路用的人，嘛通译做正当的工作来供给生活的需要，才袂食用饭。所有甲我伫遮的人，要甲你请安，请替阮甲遐个同信的好朋友请安。愿上帝恩典甲恁大家同在。以上，请做有路用的人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，对新闻报道通看到，遐个原本伫家己家园过着平静生活、努力打拼的乌克兰人，毋是逃往别国争做难民，啊无，就是伫家己的土地遭受无情的炮火攻击。伫战争中，有真侪人受伤、丧失性命，也有搁较侪个人有厝袂当转去。搁进一步想，就算是战争结束，因犹原需要继续承担苦难，特别是受战争影响，各方面拢受到重创。除了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硬体重建，社会甲心灵的重建搁较是大工程。可见，一场战争所造成的灾难，绝对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伫俄乌战争拄呾爆发无偌久，我所牧养的教会兄弟，不但提出因想要透过教会也是总会做捐款，帮助遐个伫战争中受苦的乌克兰人民。因的善举，互身为牧者的我见笑佮感动。见笑是，身为牧者的我竟然无像因安尼，随时就敏锐观察到乌克兰人民的需要。感动的是，兄弟愿意用行动来关怀受苦的人。就亲像保罗伫提多书最后的指示，着吩咐咱家己的人学习做好事，来供给实际的需要，才免做无路用的人。为乌克兰人民的遭遇奉献，确实是符合保罗所提示一个努力向善的好范例。保罗甲做好事甲做食营仔饭无路用的人做对比，哪像无符合今仔日社会的价值观。伫台湾，人自细汉就受鼓励，要成做有路用的人，就是爱好好读册，
将来找一份好头路，领着优等的薪资，互家己和厝内的人过较好的生活。做事保罗爱提倒劝勉信徒做好事，毋通做食用饭无路用的人。期待提倒促成希腊律师和阿波罗旅行的计划，互因袂直到欠缺，通完成接续落来的工课。这表明基督徒毋通追求符合社会期待的成就，是爱做好事，帮赞有迫切需要的人，才是真正有路用的人。要成做有路用的人，大先爱提升家己的能力，通好互家己伫逐方面成做别人的帮赞。俗语讲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无论伫教会事工，也是面对社会有需要帮赞的人，甚至国际真侪伫战争中面临困境的人，咱拢通用家己有才调做的方式做好事。无论是奉献金钱，也是善用家己的文书能力，拢会当为教会和遐个有迫切需要的人带来帮赞甲利益。咱毋通浪费，也是独占上帝所赐的逐种恩典，包括金钱、文书、能力、才能，成做真正有路用的人。默想，伫生活上有路用的人是怎样的人？伫信仰上有路用的人，阁是怎样的人？我敢是一个有路用的人？伫生活上有路用的人是怎样的人？伫信仰上有路用的人，阁是怎样的人？我敢是一个有路用的人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求你互我成做有路用的人。我知影我所拥有的一切，拢是你所赏赐，无论是金钱、文书、能力，求你互我的心搁较宽阔，互我用你所赏赐我的一切来服侍你、服侍教会，帮赞有需要的人，通成做真正有路用的人。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